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连续5天本土病例超过100例，今仔日搁较侪，本土病例有216例。基隆市长林佑昌今仔日解除隔离，登去市府上班啊！那基隆下晡嘛要开始分快台市集。连假上尾一天，国道甲苏花公路拢出现车流量，国道5个会塞几天，塞到暗时8点。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新增加216个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有91例上侪。也那台中食喜酒的君子案拖到新竹的一间病院，今仔日搁增加13个人阴转阳。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的本土的病例比较多哈，有超过200例，216例的本土病例。那境外的移入的个案哈比较少哈，有65例。在县市别里面哈，台北市28例哈，新北市91例。桃园市11例，台中市5例，高雄市10例，台南市1例，基隆市33例，新竹县13例，新竹市8例，彰化县3例，宜兰县3例，花莲县10例。台中婚宴这案子是持续在增加中不过这整体的案子，整体来看，我们也认为它已经在收敛，增加的比较多的是等于是在新竹县的某医院。那整个病房都被框列起来，其余13名前一段时间在检出前一波的9个人的时候就已经采检是阴性，那不过现在又增加了这13名现在是阴转阳，增加了1位中度的病人，我们的轻症率大概99.73%，这一位个案是60多岁的本国籍的女性，属于中度感染，她有糖尿病史。继续关心基隆市长林佑昌 PCR 阴性，今仔日解除隔离，已经登去市府上班。那基隆市伫下晡嘛要开始分快台试剂。林佑昌是强调讲，这项计划目的是要强化民众的自主健康监测，找出社区的感染源，嘛会用鼓励的，袂强迫民众爱做。哦，啊你无多歹势，因为伊都无名册，袂当咧分啦。西蒙市下晡1点半才要发快台试剂，不过这位里长一透早就接到里面的电话，问讲当时会当领。里长也甲快台试剂佮有使用说明藏好，准备下晡来分。当然嘛用放上头提醒里面，这数量是有限量的，领完就无啊。总共是95剂，先到先领完为止。903位的里民7岁以上的，那目前我是分配到95剂给长者来做施打。那目前询问电话已经蛮多的，但是我都跟他们讲，要照那个市政府的规定，就是1点半以后才开始来领取。敢有想要领无？会哦，看卖我来用，我就去领。我也无像阮里长，我足近，阮2步较住隔壁了，厝边才来领，就在这边而已啊，嘿啊。嘿。领无？袂啊，领无，咱才来迄落啊，这是不要紧啊。不过有民众无想要领。我无想要领。为什么？摕转来，咱爱拄的艰苦看无啊。这个全民防疫爱心体检的计划，会分区分时段发超过13万份的快台试剂，给基隆的民众。这是无强制性的，让人自愿来领。主要就是希望民众家己加强健康的监测。最重要的目的的第一点是希望能够提升大家对自主健康的一个监测的能力。第3点才是找出社区感染源，然后希望能够去阻断。这个感染链，因为第一站接触过确诊者来隔离10天的基隆市长林佑昌，一登去到市政府，头一个任务就是继续强化防疫。尤其最近基隆依然有真侪群聚风险，亲像基隆安乐托婴中心新增加的确诊者，就是受到一个物流群聚案的影响。另外，按24556，伫3月30甲4月初1，拢有前往基隆的教会新堂，也好来做是防疫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卫生局伫昨暗有公布确诊者的卡价，其中立委办公室的助理去画到，因的 CT 值有较低，传染风险有较悬。因除了伫立法院的中兴楼，伊嘛捌去过健身运动中心，也有素食店。台北市政府即嘛对外表示，未来公布卡价会改变原则。
爱食物件会烫嘴暗的餐厅会大声公布，若拢挂嘴暗挂条条的大众运输风险较低，未来就袂阁公布。北市出名的连锁运动中心，早起起运动的人加真少，因为伫咧初时的暗时啊，北市卫生局搁再来公布疫调的卡日啊，立委廖国栋的2个助理拢捌来食，而且搁走2间店，伫咧加长工来到东区出名的连锁素食店来食物件，业者表示讲已经有紧急来消毒。会放。北市卫生局表示讲，有2个助理的 CT 的数据拢真低，烧危风险真悬。立院中心楼公楼站的立委甲助理，伫咧初6上班日体检拢爱阴性，安尼才会当入去。不如个有立委咧宣讲，北市疫调的这个卡日啊有较慢。北市府强调讲，未来卡日啊公布会以烫喙往落来运动，还是讲均资食饭，安尼会来优先公布。要若这个大众运输因为有挂喙往，伊风险较低，就无公布。搭乘大众运输这个公共运输，它被感染的，我印象中我没有搭乘。捷运或巴士被感染的，哇，那这个就几率就很低了。使用记名的悠游卡，因为这样万一要做疫调了还是要找人，会方便很多。连续4天本土确诊的案例拢有破100例。指挥官陈时中伊强调讲，新防疫模式除了讲维持正常生活以外，未来的疫调个案的追踪拢会较简化，而且无排除讲，或者轻症的病患伫咧厝内隔离就会当。会不会轻症转重症？由于我们在先前注意到许多快乐缺氧的一个情况，是年龄不要太大，不要太小，临床症状不要太过明显，譬如说发烧、胸痛、胸闷、喘。这种情况下的话，即使轻症都应该尽快转送医院。医师表示讲，若是为较远的这个政策来看，应该都要惊向动静才通报。不如个目前的时机还未到，认为讲第3期的这个覆盖率，若是有达到70%以上，安尼才有实施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今仔日是清明连假上尾一天，国道高速公路也有苏花公路拢有出现车流量，尤其是国道5高往北，对早起10点就已经开始咧塞车，时速是无到20公里，按算会塞到暗时的8点。若今仔日的天气拢袂歹，西半部会出日头，有的所在高温会到30度，敢若东半部有机会会落雨，规工拢有局部短暂雨。清明连假的上尾一天嘛要收假。苏花路龙透早开始出现车阵，派出所伫各大路口派警察做交通管制。按算今仔日上北的车流会达到上高峰。在昨天4月4号，北上车流有16000余辆，那南下也有接近1万辆左右的交通状况。那预计今天连假最后一天，在中午的时候会出现涌塞的状况。国道出现上北的车流，按算今仔日的交通量是112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1.3倍。另外，国道5号上北宜兰到头城的路段，早起10点外就出现塞车止步的情形，时速无到20公里。高公局预估，国道5号宜兰到卑南为早起9点开始，会一路塞到暗时8点。国一北向的苗栗到湖口，以及关西到大溪路段，大概在中午左右就会开始有车潮涌现。那预估拥塞会持续至8点左右才会得到疏解。那国5的部分，在宜兰到坪林的路段，目前已经有车潮涌现的情况。那拥塞预估会持续至8点左右。收假即天嘛是出日的好天气，台湾附近吹偏东风，伫咧正方边的东半部，规工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高温差不多是24度。西北部大部分是好天稳定的天气，高温有到26至28度，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超过30度。不过明仔载会有一波东北季风落南，水气会较高。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整天都会有些局部性的短暂雨。那到了6号的晚上到7号这段期间呢，有一波东北季风南下，那水汽会稍微增加的比较明显一点点。目前伫台湾南边海面有真侪低压系统当伫形成，不过因为整体结构还未完整，目前还佫伫组织当中。气象局会持续观察未来形成的所在强度，还佫有宽流的大势，来判断敢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阵台海局势有较紧张，为着要防止中国入侵台湾，即马洪城讲国军甲高公局要合作，打算要伫雪山崩坑内底设指挥中心做指挥所。国防部是表示讲，面对敌人的威胁，有必要的拢会评估。
受到俄乌战事，还有中国耍咧武力的威胁，国军重新来评估各作战区的地下指挥所会当承受的第一击的能力，来防止强军侵台。传出国防部甲高强局合作，要伫雪山磅空的道坑较深的所在来开设一个指挥中心。若是发生战争的时阵，会当甲衡山指挥所的联合作战中心，甲刷入去内底。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的调委王定宇认为讲，安尼会当来提高机关通情资讯系统的存活率。那维持存活率呢？除了提高防务以外，有分散，有备援。有准备其他的地点，或者是所谓的联合作战的权力下放、扁平化指挥系统，都是国军近年来思考跟准备的方案。若是以地形的位置来看，雪山磅空边啊4颗链灯拢是山，特别是雪山磅空内底，而且通风徛井，伊的深度有512公尺，比101大楼搁较悬，安尼会当来闪避伏击。而且还佫有家己的这个通风中继站，假使讲若甲设做指挥中心，毋若正适合人员的生存，嘛会当有这个大型的设备甲放伫内底，办配伫咧今年汉光演习过来做验证。所以在这样的地质的一个厚度。目前所知的传统的这种钻地炸弹，不管是炸弹之母或炸弹之父，甚至战术核弹都无法打穿。苏志芬认为讲，虽然雪山磅空的通风徛井，还佫有其他的风险，不过若是甲备用做一个这个指挥所的这个是真好的选择。国军机关通知建制是照敌情的威胁，还佫有作战的需要，拢会当来甲纳入去这个研究甲评估。不如个来讲出这个建备的这个资讯地点，安尼是毋是有适当来引起讨论？有不少立委认为讲，要是爱较保密的，喙爱较密过美态，安尼才袂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诈骗案件这去年警方就接受3000件的报案，嘛有咧宣传165防诈骗的专线，也毋过有一个负责人讲伊去互骗8个班，伊全卡165去求助，也毋过对方爱伊去报警察，伊是批评讲，那安尼时卡110就好啊，为什么要设165？甲这通催婚的电话接起来，一个听到囡仔红绑票，一个姓谢的查某人是雄雄公公甲15万领出来，准备要付赎金互人。都咧哭，啊，我你讲，我即问人身体无好，啊，请落去安尼。哦，会紧张啦哦。一届甲15万领出来，银行的行员甲提醒讲，这可能有问题。负责人登去厝认了后，甲警方报案，才无去互算大耳。同款差一点去互骗去的，还有即个姓张的查某人，因为伊拄好去互警察拄着，当场甲踢破是诈骗的手路。是一名80岁妇人接到不明来电称，你的儿子被我们绑架了，你先付2万元游戏点数当作赎金，才能放人。妇人焦急心慌之下，急忙前往超商购买游戏点数，正巧遇到外出购餐的捷运警察队员警察觉有异。诈骗是800款，台北市有一个姓刘的负责人，去年底因为破病住院，收到手机投资的简讯，加入咱的群组，拢总汇出150万了后，才发现讲可能会去互骗去，因为无法度出门，所以伊随卡165防诈骗的专线来寻求协助，紧甲口座冻结。不过伊控诉讲反诈骗的专线处理是真消极，敢若问伊汇款的口座甲金额了后，叫伊家己去管区的警察局报案。民众遭诈汇款，如能及时发现，可以进线165就会启动圈存的机制，将该笔款项予以拦阻。之后也会依照相关的程序转介至邻近的派出所完成报案程序。警政单位积极宣传165的防诈骗专线，打起用质疑讲功能有限。负责国内诈骗业务的刑事局解说，只要民众及时发现，拢会当随主动钱汇出去。根据统计，过去1年以来，已经受理要3000件，甲超过2亿的钱保护掉，保防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警方昨昏伫大路巡逻时，有抓到2个失联的移工。啊，若伫中华溪湖消防队有一个救护员，顶个月是小连续救回来3个心梗塌的患者，拢有救回来，有影是功德无量。即马防俄罗斯上强的救护员。台中市第6分局的警员初时暗头仔伫咧路面巡逻的时阵，看到2个移工行动互人起遐疑，准备要来搬走的时阵，对方煞雄走去，一路倒入去路边的草坡仔内底。警员嘛直接将巡逻奥多摆放咧，用上紧的速度入入去。
警方表示，这两个查甫人拢是越南籍失联的移工，伫咧西屯区大平路甲信平路口对着警员的时阵，看起来真紧张，才会互警员起晓疑，刷落来会将两个人移送台中专勤队归案。在信平与顺平热结构顺利将2名逃逸移工压制在地，1名员警于追捕的过程中手脚多处擦挫伤。受伤的员警经送往联行医院救治后，并无大碍。即摆医生能抓到啊，伊这可能是真正是心肌梗塞。台中有勇敢掠人的警员，中华嘛有抢救性命的救护员，中华客户消防分队的高级救护技术员杨志源，伫咧救护车顶悬甲医师线顶对话，靠专业判断能力甲大胆，依照医生的指示用药啊，1个月来抢救3位急性心梗塌的患者，佮有家属后来佮专工到消防队来送花表达感谢。那时候在黄金时间，就是及时倒下去的时候，有及时就是谢谢教官的帮忙哈，让爸爸可以及时再抢救回来这样。其实想法是都平常心，因为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在外面救人。其实每一件救护我们都是尽力去做，如果能救我们就把他救回来。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缘分，救人的一个缘分这样。彰化县消防局表示，县内有6间心导管的病院，24小时伫线顶待命，佮再加上救护车顶悬有配双抗血小板的药物，高级救护技术员只要伫线顶得到医师的同意，就会当用药啊。杨志源是局内用上侪版药的高级救护技术员，嘛当讲是上强的救护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阵本土疫情相对学校起，已经有10个县市49间学校受影响。若高中3年的学生囡仔，伫清明连假过后要申请大学，因是爱传学习历程档案出去。严格准讲确诊也是防隔离，要安怎？有学校即马赶紧启动应变，甲相关的设备送去学生的厝内，也是检疫所，互学生会当准时交出去。清明连假就要结束啊，学生要转去校园。新北市内各级的学校初5大消毒，确诊的刘道教练伊所教课的训练中心，迄间高中是一直停课到11。不过，这礼拜高三的学生就要传学习成果甲答案表现到平台，那确诊者伫检疫所，这是要安怎？我们还是会请老师去追踪他小朋友有没有上传。现在我们要线上，部分同学可能没有准备好，比如说缺平板、缺电脑、缺信卡，那这些我们就会个案学校就会送到大家去。校方表示，已经送设备予确诊或者是隔离当中的学生使用。那咧隔离的老师用即马有的教材来调整教学，虽然辛苦，毋过毋是大问题。台北市某一间高级爆发大规模的群聚，全校一直到4月12才恢复上课。教务主任表示，大部分的学生应该伫年假进前就传资料啊，不过依然有真少数学生还未传。确实有听到有一个孩子，他有提到，就是说他有一部分的东西是在学校。那因为他们今年的不选择就是那个学习历程档案这个系统来上传他的那个学习档案的话，他其实也可以用就是过去就有的传统的 PDF 档案的资料去做上传。今年4期2专的个人申请，学生也会当对中央资料库交学习历程档案，也会当传 PDF 档案予科大来审查。主任讲，目前看起来影响是无大，不过4月底特别统测啊，高级的3年学生爱哪用资料，哪准备考试，又搁当着疫情来停课，有影是上头烧。记者综合报道。旧历3月，小马祖台中大甲马西景进香，也有苗栗白沙屯马要往北港去进香，拢伫要举办呐。严格疫情指挥中心进前有规定进香的防疫措施，即马庙方嘛讲爱信徒有做过3档预防下，会当去换证明才通去参加。严格庙方嘛表示讲，就算无做的，硬要来参加，伊嘛敢若会当用可抗的，无法度强制。大家镇南宫妈祖高岗8暝进香要紧，特别伫咧初8起价清明连假信众，客伫临时柜台提出做3支新冠疫苗证明，指明要换镇南宫疫苗3 OK 卡参加入境，并且表示对台湾防疫水准有信心。台湾人水准很高啦，不会那么就是不会因为疫情的问题而没有去做这个防疫的问题了。有信心。对啊。我觉得镇南宫发行这个 OK 卡也有配合政府的政策，提升第3剂的施打率啊。我觉得这个 OK 证的政策还算不错啊。
大甲妈进香绕境重点是家己新港洪天宫。来回340公里是全台湾上盛大绕境活动。今年佫受到疫情考验，起价进前连续真济天本土案例超过100例，标方已经要求旧版电头爱做3剂疫苗。不过对参加绕境的信众，可能规范替疫苗3 OK 卡件进入标门，因路无强制力也无法则，似乎呼吁民众配合防疫，而且标方因路设点验证。大甲镇南宫绕境活动的9天8夜，沿途也会设点办理识别证的兑换作业，提供中途加入的民众携带小黄卡，接受验证核发识别证明。工作人员赶工做特殊的备种，标着白沙屯宫天宫妈祖10月开始开放信众报名进香，也要爱做3剂疫苗证明换备种。去年有8万人报名，今年有估会有9万人。那我们拱天宫凡来报名的人，你有附防疫卡，我们才有一个背章我们有一个背章，就是盖一个认言，防疫友善，进香安全 OK 的一个章子宫天宫妈祖会伫5月20启程去云林北港进香。庙方表示，今年确定无法度提供一人带一间的防疫条件，所以请信众家己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路边画白线，普通就是会当停车，也毋过伫嘉义市秀泰影城对面的巷仔画白线停车煞妨开罚单，因为这个所在路较下看都无够，超过白线嘛算违规，嘛共款会食红单。乡亲要伫巷仔停车爱斟酌看。驶伫这条嘉义市巷仔内的路，车道边仔拢画白线，有真侪车主甲车停伫遮，毋过有几台车却接到罚单，因为有的白线和车道挖上近。汽车是一定会对着线，这也拢算是违规。您看到的路边边线，它那个白线宽度是15公分的那种路边边线的话，那你还是要依照车辆的顺行方向，紧靠道路右侧，那车辆还是不可以压到边线。嘉义市警察局表示，白线会当停车，毋过袂当对着线下过线，停歪一边或者是停倒边向。加上这个区域真繁华，为着交通顺利，会加强处理。这也致使真侪人食罚单，拢讲这个白线根本就是一条陷阱。你若要画，你若要停，你敢敢停？停我无啥敢停，因为你路中我是咧看。那个敢怪怪。民众建议改做红线，较免互人误会，无涉及违规。毋过市警局表示，虽望汽车停入来会对着线，乌多摆煞是会当停。因安尼暂时无要改，也提醒乡亲经过这个路段，看到这款状况，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农委会要办四季保险，投保的期间是对即马到6月底。云林县的农业处就表示，为了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央有倒出一半的保险费，若云林县政府嘛会补助1成，是呼吁农民爱赶紧去投保。总共损害有达到2成，保险有赔，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嘛通领，安尼就有双倍保障。云林2轮种时过农民来到田里巡视，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2月、3月拢有落大雨，影响到西瓜的生长，去田着收成。而且有的西瓜拄生出来就闭开，因应今年极端气候，搁为着保障农民的收益，农委会开办西瓜保险。正极端气候，当时要落雨你唔知啊，当时天气要变哪你唔知啊。迄当时西瓜咧挽的时阵，逐工落雨嘛会死呢。所以安尼你会考虑啊？嘛是会啊。云林县农业处表示，云林县内种西瓜面积大约是1400公顷，排全国第2。对西瓜到6月30，农民会当单独1个月，或者是几啊个月加入保险。若是种西瓜区域连续3天落雨计量超过301毫米，保险公司就会启动10公顷8万块照比例来赔偿，免搁另外申请。不过去年头一届开办，县内只有2件投保。目前就是中央补助50%，本来农民自己要负担50%，然后目前就是我们县府为了协助民众去参加这个保险，所以我们县府有就是补助10%，那民众可以减轻负担这样。条件是有点苛啦。怎么说？你说，比如就像你说的，要达到300毫米，300毫米平地300毫米已经很多了呢，跟山上不一样。有农民表示，保险公司敢若用户量来做赔偿的标准，对农民投保的吸引力无大，建议各会当加入高价温差或者是药性论价等等的损失来做赔偿。
安那农业处是表示，农民若是有投入西瓜保险，佮拄着损害率达到20%，同款会当申请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提供农民加一层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指控俄罗斯上过粗残，伫基辅附近的城镇进行大屠杀，这是引起国际社会谴责。欧洲国家嘛拍算要对俄罗斯加强制裁，而且随赶走俄罗斯的外交人员。美国总统拜登嘛，搁一届指控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是战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时亲身去首都基辅附近的几个庄仔头，实际了解各地受到战火损长的情形。针对基辅外郊区的布查镇的情形，泽伦斯基强调讲，至少有300个无辜的百姓去互罗西亚的军方杀害，比80年前的纳粹搁较粗残。嘛讲布查镇的情形公开了后，罗西亚军方可能会开始伫其他的所在灭境。Вони не зробили цього в Бучі, коли відступали, але на іншій території це ймовірно можливо.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嘛强调讲，布查镇发生的代志是见皮尔。乌克兰会收集更较侪罗西亚犯战争罪证据，呼吁国际社会对罗西亚做更较侪制裁。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强调讲，罗西亚伫乌克兰犯战争罪是真明确，会甲欧洲盟国展开更较侪制裁。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初时嘛，搁一届指控罗西亚总统普京是战犯，不过无认为布查镇的屠杀是种族灭绝。This guy is brutal, and what's happening in Bucha is outrageous, and everyone's seen it. Up to Allah. No, I think it is a war crime. 德国初时宣布甲境内40个罗西亚的外交官驱离，法国嘛驱离35个罗西亚的外交人员，因那立陶宛嘛甲罗西亚的大使赶走，而且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强调讲，布查镇的屠杀就是种族灭绝，嘛批评法国总统马克宏几啊届甲普京的对话是完全错误，因为无人会甲印尼的希特勒谈判。Panie prezydencie Macron, ile razy negocjował pan z Putinem? Co pan osiągnął? Czy powstrzymał pan którekolwiek z tych działań, które miały miejsce? Ze zbrodniarzami się nie debatuje, nie negocjuje. Zbrodniarzy trzeba zwalczać. Z Hitlerem nikt nie negocjował. Negocjowalibyście z Hitlerem? 布查镇屠杀上新的画册画面已经公开，显示当地去用杀害百姓遗体，至少为3月18开始，就去用等地的街路。即马罗西亚军方小连续为几个城市撤离，类似布查镇战争的情形，恐惊嘛一个一个互公开。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1个月，拢拍袂落来，这是因为乌克兰的人民真团结，民间动员守护家园，无人放弃。农民继续理财，生产粮食7饱大家。若做油菜的公司是该生产冻称纸的架，还佫有一人去做志工斗骹手。因每一个国民拢是一粒细粒螺丝，甲因的国家是存甲安，来展现团结的意志。基辅的企业家迪米崔原本经营油菜公司，战争爆发了后，营运断去，伊的工厂改造生产防弹架，各将仓库建造后勤中心、专业资源前线、甲各地避难中心。So many people came to self-defense units. And all of them coming just probably with a gun, but without bulletproof vest, without medicine, without anything. So we try to equip them to win. 基辅市区这学校建造避难所，是让真济附近郊区布查伊尔平等地民众，一寡富人因为关心伫战场的亲人，留伫原地做志工，安那先生伫前线作战，部队无偌久进前，互俄军炮火拍着。He called me late last night and told me that only 4 of them were still alive. I want the air raid sirens to stop. I want children to go to school. 乌克兰是欧洲粮仓上大的米仔出口国之一，暗过战争因前货物运输，真济农民的经济无法度如期送到位。燃料欠缺，上艰苦是俄军封锁港口、交易断去，大量农作物无法度外销，也互国家少真济外汇收入。南部乌海贸易大港敖德萨面对俄军为东部战线逼近，居民一击必战，搁一摆屯山包路上，少年人主动接受军事甲医护训练。男女朋友未婚翁某斗阵参加，希望老一辈经过战争唔通阁重现，就算战争来也已经准备好啊。To understand what will match in the future, maybe
like how to use these guns, how to use medical equipment to help people. Also, Odessa has a very brave history. You know that here was during the fascist war, there was a civil counter force. 敖德萨是伫18世纪由俄国女皇凯撒琳大帝建立，正欢迎有乌海民主的美名，二次世界大战展现强大韧性。敌军包围73天，进攻4摆才攻入。即马乌克兰老百姓阁继续展现无屈服的意志力。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全世界第一好家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是对外表示有买 Twitter 的股票。 这个消息随后推特的股票大起27%，嘛带动美国股市跌入去。马斯克是表示，伊手头有超过9%的股权，也毋过顶一日伊则批评推特无遵守言论自由，挖头煞随去买股票，嘛引起议论。 看袂顺眼，就该买落来改造。全球上界好业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可能当想要安尼做。根据车市甲监管机构申报的文件，马斯克已经持有推特9.2%的股权，安尼嘛会徛上这间社群媒体平台上界大的股东。分析师认为讲，马斯克一个入股，毋望会当来提悬遮尔啊摕价的收益。Twitter has been an underperformer, both from a stock perspective as well as from a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growing their revenue over the last 5 to 7 years. Their objective is to grow revenue to about $7.5 billion in 2023. 马斯克伫顶个月伊捌发文来问讲伊的卖相 ，Twitter 是毋是要来遵循言论自由的原则？结果有70%的人甲讲毋免安尼。 了后，伊还佫答文来讲，考虑要建立一个新的社群平台。结果一礼拜了后，马斯克就成做 Twitter 上界大的股东。One thing I do think Elon Musk will look to potentially do over time is look to maybe throw crypto away as kind of some sort of payment processing platform within Twitter. I think that just makes sense given his stance within that platform. 消息一个传出来 ，Twitter 的股价伊的收盘就大起27%，来到49.97美金，安尼嘛创下2013年以来上市上界大的起悬，安尼嘛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部拢冲起来。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镜头等下咱讲来关心在地上大条，桃园新屋的叶氏家族是地方的大家族。 当年的清明，拢有真万人会登去祭祖，也毋过业界子孙是向立委陈情，讲公塔附近有土地是2栋防乌白道垃圾图。立委今仔日就去现场了解，嘛批评相关单位拢无作为，无要无紧。桃园市长郑文灿是表示，一定会依法来开罚单。这个我们已经依照法律的规定，该告发就告发，该移送就移送。那事实上。 这是环保犯罪，那请到废土，就算是干净的土，只要没有申请农地改良，超过范围就是违法，我们就是会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告发。郑文灿今日表示，相关单位会开罚单依法处理，嘛强调就算乌白道垃圾图是经过地主同意的，啊，毋过同款是无合法，地主嘛有责任。因为这个所在是我近西滨快速道路，两边是清在防乌白道垃圾图已经强要成做是废土公路，立委嘛要求相关单位要积极处理。 来关心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去年9月份的时有宣布讲，要伫嘉义县的太保设嘉义科学园区，但已经成立咨询委员会，筹备办公室嘛已经揭牌，按算后半年会开始招厂商。红布扭来了，嘉义科学园区筹备办公室正式成立。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专工落南参加献牌仪式。南科管理局讲，下半年会开始招商。 已经有10多间厂商有兴趣。中央投入70亿，未来产值400亿，就业机会6000人。我们预计大概在年底，那整个环评希望能够通过。那在明年的4月，公共工程可以动工，然后厂商可以同步建厂。 嘉义县政府南科管理局昨夜做伙办科技发展论坛，整合在地学界甲产业界的资源，吸引相关产业的注意，做到创新科技甲研发自路的目标。
在精准健康、智慧载具以及智慧农业等3个主轴产业有这个会进行相关的招商，还有相关的产业把它吸引过来。这边有新的科学园区，实际上对学校老师的技术发展跟技术应用，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场域这样子。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样用农业智慧这一块来协助老人他们去做在地的一个耕种。县政府讲，嘉义县老人多，健康智慧农业的发展正重要，佮配合无人在国家无人机伫咧嘉义县研发，希望会让替在地增加发展，提升产业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雪山有落雪，咱台湾嘛真侪人介意去爬雪山，拢会去主文山厝啊。验过山屋实在是真恶申请。有山友即马就反映讲，有个人已经主文啊，雪无够贵，白白无采这房间。雪管处即马是表示，伫4月份这个月会加强稽查，有申请到雪无够贵会停权，停半冬至1冬。山友看到雪山咧落雪，拢真欢喜，赶紧将画面翕落来。清明连假前几天，受到冷气团的影响，高山落4月雪。真侪山友拢去爬热门的路线，嘛，互山屋的定位是愈歹申请。毋过嘛有山友去到山屋才发现，实际上还阁有袂少空位无人住。他会去抢，他会抱着我不一定抢得到，那我就去申请。那我申请到了以后，我再看我有没有时间。你如果说有提前讲，那还可以多几个伙伴来参与嘛，不一定是我们的伙伴，是多几个想要来的人。雪山山尾圣灵线是前往雪山主峰的热门登山步道，亲像369山庄甲七卡山庄，拢是真侪人攻顶进前会选择住的所在。嘛，因为这条路线较长，真侪山友拢会选择住2暝。毋过点开雪管处的申请网站，就算是平常时名额嘛剩无到10个，假日时隆重客满，候补人数上侪甚至超过800人。雪管处表示，会阁加强入园的查核。最重要还是要掌握各位山友的那一个行程，有时候真的是紧急灾害的时候，这一个人到底在哪里？有时候根本没有上山，但家属跟我们报案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他有没有上山。雪管处表示，以即届年假来讲，虽然申请的名额是拢抢了，毋过实际上有大约4成的人取消行程。除了呼吁民众，若是无法度去，爱伫咧有约的日期进前5天取消。就算是当天才决定无要去，嘛爱通知。若无就要来停权半冬，袂当申请山屋，无改善就会停权1冬，维护其他山友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6甲嘉南里的活动中心有举办音乐课程，予时代用实体乐器甲所谓乐器演奏出好听的音乐，嘛予时代接触上新的科技。军队老师的指挥和节奏，有的时代咧摇手鼓，有的长辈是用 pad 来奏出更轻的音乐声，大家的表情拢真认真。6甲才办一个所谓音乐课程，予时代用趣味的方式去接触上新的科技。为长者嘛毋捌摕过这个平板电脑，今仔都有这个机会，而且弹音乐弄过，互这长者呢活动这个头脑，甲咱这个手，互咱这长者呢。大家来遮耍这嘛真快乐安尼。真侪庄卡所在是无机会接触到数位科技，数位机会中心即届办音乐课程，时代热情参与。有人感觉讲，食到遮侪会，阁会使学到新的物件，实在真罕见。咱这庄卡较偏远的地方这个长者其实对这个电脑科技会接触的较少啦。咱希望讲咱公所这个数位智慧中心会当来下乡来遮加这中者来互动啦。透过这款课程，时代毋但会当活动筋骨，互头壳更较轻、更较明，也通对现代科技有进一步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老人耍平板电脑，若细汉囡仔是学饲鸡。这是台中外部的马明国校伫学校内底设饲鸡场，互学生囡仔体验饲鸡、捡鸡卵，帮互这都市囡仔学晓照顾动物，珍惜食物。学校内底竟然有一阵高水的鸡仔囝，边的囡仔兄囡仔姐拢烧正要甲因吃，而且这个鸡笼是有经过设计的，是台中外埔区马明国小邀请社区的时代，利用废弃的柴烤架在那带，顶头阁有囡仔彩绘。
早上的时候就去喂水和饲料，可以跟它互动，学习怎么照顾宠物，学会负责任。因为这个特殊的家人啊有挂链啊，所以好天的时阵，囡仔就会当家塞去运动店曝日，落雨嘛会当伫病院较美好。校方表示，配合实用教育，这寡家仔生的鸡卵嘛由学校的老师带囡仔做伙做鸡卵糕，互因看对原物料变做食食的过程。着重那个鸡的权利，希望它有一个活泼健康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设计上有2层楼，也考虑它的习性，让它能够好好休息。鸡要生蛋，然后蛋可以自己做自己的鸡蛋糕吃，这样子很好玩，也很好吃，又很健康。学校安排这届负责照顾鸡仔的4年学生记录鸡的成长过程，希望透过近距离的照顾，让囡仔了解安怎爱惜动物，嘛珍惜饭桌顶的食食。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咱台湾有一个工艺家，叫做唐文君。伊主持的拿捏的文化已经20多档，伊个家己种拿草做染料，嘛行入社区甲时代泥布。这是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甲中兴生活美学协会合作，伫南投草屯的社区开的拿捏课程，看这学员认真看老师教，一步一步对咧做，甲布绑起来，浸入去染料内底，摕出来了后用手锭拍好打，布料就变甲好看佮特别。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细微的，面面要俱到。所以这是一个初体验的这个艺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很好玩啊！就你会一直想说要怎么样把它学会来，这样啊会培养兴趣。拿捏是古早时真普遍的染布技术，不过时代变迁，渐渐去互化学的染料取代，将要消失去。后来有政府、民间斗推动，这项传统工艺才受到重视。工艺家唐文君拍拼20多档，为着要把传统的棍找倒转来，唔但家己种拿草，也拼势推动台湾的拿捏文化。很多工艺就是当源头不见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它再回到有材料的部分。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推广一个叫台湾蓝的口号，所以我们就是台湾自己的土地种出来的草。然后做出来染料，然后做染出来的东西就称为台湾蓝。因为较早留落来的拿捏技术甲多样拢真少，相关的资料真欠缺，所以唐文君逐年拢会出国去学新技术，才转变成做台湾的拿捏特色。因为台湾这个部分是很缺乏的，所以他必须靠我们这个第2代来把它做一个算是复兴，好，那也是创新的一种。那我们希望走出台湾的自己的一条路。资深研究也拍拼传承，目前唐文君也配合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推动的计划，加入社区推广拿捏，让时代生活更加趣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的摄影记者高仲明有一系列翻送中的相片，即马当伫台北举办展览，后名叫做后时代革命摄影展。伊用影像记录受压迫的香港人离开香港了后的处境。你看我的手法就是很亮，然后脸看不到。这张相片所翕的是2019年因为翻送中因素不得已来台湾的学生，香港知名摄影记者高仲明讲，这张是这的相片主角内底，互伊印象上深的。他来的时候还没有想去学校读书的时候，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工作，就是想很努力的融合台湾社会。经历翻送中国安法通过，真侪香港人选择离开香港，转去别位打拼过新生活。不过，因的心内却不是真正平静。高仲明讲，伊所翕的14个人物，大家拢无想要互人认出面貌，所以伊就用曝光的手法表达因的心境。只是已经来了一个很自由、很光明的地方的国度，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是还是很害怕，还是惧怕在香港他的家人有问题，所以也不能见到他们的脸。
高中明表示，用后时代革命做展览的名，一方面希望大家通了解这寡被逼离开故乡的香港人所落来处境；另一方面，也希望各界继续关心香港议题。展览会到4月中左右。记者伫今日福凯台北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环境。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伫昨昏有公布一份报告，讲总共照目前减碳的进度来看，到这个世纪末，全世界全球温度会亚悬会超过3度。总共2050年要达到净零排碳这个目标，那安尼时，伫2030年上无爱减碳减43%。北极的冰洋真济，北极熊的生存面临危机。强烈季风入侵，真侪人常常有路无厝。极端气候引发的灾难一直出现。联合国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第3工作组的报告，测试公布指出，照即马减碳速度，伫这个世纪末，全球增加的温度恐惊会超过摄氏3.2度。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政治人物唔通再骗大家啊！Som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re saying one thing but doing another. Simply put, they are lying.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catastrophic. This is a climate emergency. IPCC 的报告严肃警告，各地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也无受到控制。就算也是有一寡国家已经证明减碳是会当执行的，而且是做会到的。嘛讲，若是要甲世纪末增加的温度控制伫摄氏1.5度以内，伫2030年进前，就要加强减碳的力头。Limiting warming to 1.5 degrees requires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 peak before 2025 at the latest and be reduced by 43% by 2030. 采购早起台湾媒体科技中心嘛邀请专家伫线顶分析这份报告，针对目前蔡政府已经提出2050净零排放的方案，中研院的学者肖大基是真肯定。不过针对2030年中期减碳的目标，目前还是预期伫20%，比 IPCC 建议的43%是低真济。学者认为，国内相关减碳的策略要是太过保守。这里面所提出来的策略，我觉得是很保守的。碳税的这个工作，都在这次的方案里面就完全没有看到。那这是财政部的失职。伫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进前，有关2030年减碳的目标，行政院能源甲减碳办公室副执行长林祖伦表示，年底一定会提出修正的数字。这个报告嘛指出，2030年碳的排放若是会当减一半，对经济负面的影响是无大 ，GDP 结果是降0.09%。不过全球的温度若是升了较慢，会当降低天灾带来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那世界卫生组织伫昨昏公布一份报告，提出警告，讲全世界有99%的人口拢得数超出健康标准的垃圾空气，尤其是中价收入较散车的国家，这个问题愈严重。而且当年上无有70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上早死。全世界有真侪大城市，即马空气拢无好，空气污染问题愈来愈恶化。世界卫生组织随时所公布的报告讲，根据联合国机构上新的资料，全世界有99%的人所需的空气的品质超过 WHO 对空氣品質的限制。The bad news is that when we look at all of these data, still the data is telling us that a big proportion, almost 100%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still breathing air that is not, that exceed the standards recommen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这份报告统计2010到2019年之间，117个国家6000外城市空气污染的资料。比如讲，烟雾微粒加二氧化氮，这两种物质拢会当伫咧石化燃料的排放内面测到，也认为是造成呼吸加心脏疾病的原因之一。伫117个国家内面，只有无到1%的中低收入国家城市符合 WHO 建议的污染物的限制。高收入国家是有17%的城市，比 WHO 限制条件较低。另外，每年因为空气污染造成至少700万人过早死亡。Most of the 7 million deaths they come from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Indeed, they do. It doesn't mean that in the high income countries are not impacted. The death is the ultimate; it's the worst. But you have a lot of people who actually suffer from air pollution without dying from it.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讲，全世界正需要减少对石化燃料的依靠，为了要应应一直升悬的空气污染。
WHO 也修订限富微粒加利用化氮的年平均含量。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世界真心色，路顶洗衫款，乡亲你敢有意见？英国人就有。英国的伦敦，因的路顶是像黄光，是有100年历史的油顶，这是英国伦敦这个都市予人的印象。最近当地市议会决定要甲路顶改做 LED 的电火，煞引起争议，因为当地店头甲民众拢反对。天暗嘛，伦敦路边的路顶拢开始倒起来，这种煤气顶照出来光线，甲一般电火光线无同。看起来较温和，是真侪人印象中的伦敦夜景，一个人专工来遮看。Gas lamps are very much part of London's DNA. They've been immortalised on television, in film, in books, in literature. And London was one of the first cities in the world to have gas lamps in 1807 in Pall Mall. 煤气灯的历史真久啊，上早就是出现伫伦敦。这项发明代表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这种路灯是烧煤气，外口有一个玻璃挂，就算天气歹，也当提供照明。伫全伦敦差不多有1000外趴，西敏市就270趴。不过，之前西敏市议会决定要全部换做 LED 的电火。I was very surprised when I saw some guys who were working for the council digging a hole right outside my shop. And then they just breezily explained to me that they were just testing to see how easy it was going to be to convert the lamp to electricity. 市议会理由是维修真麻烦，找无零件，也个换做 LED 会当减少碳排，对环境较友善。不过附近的店甲民众拢无赞成，因讲市议会无问过社区的意见就拆掉，是破坏100年历史的文化资产。The emissions that come out of gas lamps are extremely small. We've calculated that a restaurant patio heater provides up to 10 times the amount of emissions compared to a Victorian gas lamp. 负责维修煤气灯的厂商英国天然气公司讲，煤气灯正响、正耐响，大部分故障拢是因为大风或者是车撞到，零件也有厂商伫咧生产。维修无问题。We've got spare parts galore for these lamps that we've refurbished over the years, and we've also got manufacturers that we use that still make the parts today that can be altered to suit different types of lamps. 即马已经有10派煤气灯被换掉，因为火路灯团体的努力，听度行动已经暂停，所落来会甲议会协商，煤气灯会留来或者是换掉，上紧年底就会知影。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下半晡天气的变化，来看各县市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有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5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